Hello，我係身份意識重塑 YY。喺金錢世界裏邊，好多人都有一個好奇怪嘅盲點。你明明好努力工作，甚至乎你嘅能力令你都賺到唔錯嘅收入，但好奇怪，無論你賺幾多錢，你嘅戶口數字永遠好似有一個無形嘅上限一樣。每當就嚟要突破某一個數字，你就會有一啲莫名其妙嘅可能病咗啊，或者有一筆好大嘅意外開支。總之，大腦會驅使你做出各樣唔同嘅行為。總之，將多出嚟嘅錢咧就係使咗佢，令到你自己回到一個啱啱好生存但冇多餘嘅錢嘅狀態。我想喺呢度講一點，我唔係單純講自己嘅故事，我係整理緊人類行為背後嘅身份規律。當呢種財務死循環不斷咁樣重複，大部分嘅人第一時間肯定會怪責自己，係咪我嘅控制能力太差？點解我一有錢就忍唔住手？或者歸咎於運氣，可能我天生就係冇財運。但係今日我想同你講，呢個唔係完全你嘅錯，亦都唔係因為你懶，亦都唔係因為你唔識理財。呢個其實係大腦嘅基因為咗保護你，本能做出一個最好嘅反應。因為對於你大腦嘅潛意識系統嚟講，安全感從來係唔等於有幾多錢。大腦嘅安全感來自於熟悉感。如果你大腦習慣咗匱乏窮，一有錢對佢嚟講反而係一種威脅。關於呢點咧，其實我一路咧都有一個好深嘅體會，就係我由細到大啦嘅成長環境，一直咧都係處於一種咧對金錢比較焦慮嘅氣氛。屋企人成日都會話賺錢好辛苦啊，唔好亂咁使，唔使咁叻㗎，三餐溫飽就夠㗎啦。呢種環境咧，其實唔係屋企人咧特登去為難我哋嘅，但係透過呢啲日常嘅互動咧，慢慢喺我哋嘅內心咧會形成一個底層嘅理解，就係我只係屬於一個基層，我唔配有一個輕鬆得來嘅錢啦。當一個人長期帶住我唔值得有錢，或者有錢就係危險呢種內在身份進入社會，佢嘅行為模式咧會自然變成好一致。例如見工唔敢開高價錢，一拎到花紅就一定使咗佢食餐好買件衫。我回顧翻我自己早期有一段時間啦，明明收入其實一路升緊㗎，但我就瘋狂購物，好似 short 咗咁樣，甚至戶口係儲唔到錢㗎。嗰個時候，我以為我自己係純粹購物狂啦，中意買嘢啦。直到有一次咧，我靠自己能力賺到一筆都比較大嘅被動收入啦。但係當嗰筆錢咧入咗我戶口嗰一刻咧，我第一個反應咧反而冇乜感覺，亦都唔係開心。相反，我內心咧出現咗一種極大嘅焦慮。我唔習慣睇住戶口好似有咁多錢。我甚至乎嗰一刻咧有一種好衝動嘅感覺，我係唔係應該即刻買啲貴嘢用晒佢？因為當一個人外在嘅財富增加咗，但係你內在嘅身份咧未準備好，未更新成為一個我可以有啲錢嘅人嘅時候，你個系統就會出現一種極大嘅唔協調嘅情況。我當時甚至乎咧會覺得，我憑乜嘢可以有咁多錢呢？而嗰筆錢咧，對我當時舊身份嚟講咧，係極度陌生同埋好不安嘅。但我當時咧有一個好細微嘅內在聲音出現咗。如果我因為自己嘅唔習慣，將嗰筆錢即刻使晒佢，咁我咪打返回原形，我咪成世都要活喺一種匱乏好窮嘅舊模式裏邊。就係呢個位，我停低咗，我睇住我呢一種焦慮，我唔即刻走去瘋狂購物睇下有啲乜嘢買。我冷靜去睇下，我唔俾任何反應。我開始發現一個模式，真正決定你戶口嘅數字，唔係你理財嘅方法，亦都唔係吸引力法則，而係你長期建立出嚟嘅內在身份，會影響你點樣解讀金錢。理財唔係只係學識投資，而係你用咩身份去擁有金錢。當一個人仍然係我好匱乏、好窮咁樣嘅身份去生活，即使我再俾更多嘅錢你都會喺本能驅使底下親手將呢一筆財富毀掉佢，去迎合你大腦嗰種熟悉感。我哋只要知道外在嘅財務狀況啦，從來都係內在身份嘅一場延續嚟嘅啫。
人係可以透過覺察去改變自己同金錢嘅關係，但前提係你要睇到自己一直用緊邊一種身份去生活。當你開始睇清呢一點，你點樣去用錢，點樣儲錢嘅選擇就會慢慢出現一個空間。如果你都發現自己喺金錢上咧重複出現同樣嘅問題，想打破呢個有毒嘅循環咧，可以進行一個身份覺察。